彤彤姐姐，你知道为什么兔子的眼睛是红色的吗？因为它爱吃红萝卜。不对。那到底为什么啊？俺弟。弟，你是说猪吗？不是啦，某某，我是说俺弟，我不知道，俺弟。那我知道了，就是俺弟。某某好厉害哦！没错，俺弟就是我知道，俺弟。好吧，那我要公布答案喽。因为兔子呢，它跑输了乌龟，所以就哭红了眼睛啊！哎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彤彤姐姐，那再考你一题哦。好啊，来，什么地方呢？只要进去一个人就满了。俺弟，单人床一个人就满了。不对，彤彤姐姐都猜不到哎！我要公布答案喽，是厕所。为什么啊？我以前都跟我的好朋友2个人一起上厕所。俺弟，我知道。俺弟，我知道。彤彤姐姐，你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吗？俺弟，今天是礼拜天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俺弟，今天是假日。对啊，那为什么我们不出去玩呢？因为彤彤姐姐想要在家里休息嘛。俺弟，我不知道。俺弟，我不知道。彤彤姐姐，你知道某某去哪里了吗？俺弟，那你有看到我的小蛋糕吗？俺弟，你现在在吃什么？蛋糕是我的。俺弟，这2句客家话常常用到哦。小朋友，你学起来了吗？哈库啦啦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张来了。